呢節呢，我哋先睇下大埔龍尾灘人工泳灘嘅工程。政府就話預期喺年底動工，預計2015年會啟用。對於環保團體擔心工程會影響生態，政府就強調會兼顧保育。對於近期龍尾灘嘅爭議，政府話北區、大埔同埋沙田一共120幾萬嘅人口都冇泳灘，而大埔區議會早喺2000年提出起人工泳灘，上屆立法會幾個月前亦都通過撥款。政府決定如期推行龍尾人工泳灘，正喺度審批招標申請，預計2015年泳季投入服務。我哋明白環保團體同埋人士嘅良苦用心，知道提出嘅意見係出於對香港環境嘅關切。我哋相信發展同埋保育可以並行，有共贏嘅解決辦法。環境局會喺龍尾同埋附近一帶加推生態保育計劃。我哋呢一個丁角 Plus 嘅計劃啦，嗰個大嘅範圍。咁我哋政府認同啦，丁角、船灣海、吐露港、赤門都係有好高嘅自然生態嘅價值嘅。我哋會制定更全面生態保育嘅計劃，令到呢笪地方有長期嘅保護。政府話龍尾泥灘而家有3種具重要保育價值嘅魚，亦都有其他海洋生物。起人工泳灘之前，政府會選擇喺潮退嘅時候清理石塊，並會將魚遷移去到附近嘅丁角東等地點。清理嘅呢個碎石嘅時候呢，我哋會係嚴格遵守我哋攞到個環境許可證嗰個要求呢。首先呢，就係會清理啦，咁就亦都係好細規模、好細範圍咁呢，又由呢個一啲魚類嘅專家呢，就去監管呢，就大約係每10平方米一次呢，就去做呢個清理嘅。但係有環保團體擔心未必可以保護生態。搬遷呢樣嘢呢，其實本身對呢度生物都係唔係太公平嘅。咁同埋兩個地方嘅生物始終係有唔同啦。即係用個即係比喻就係，咁可能呢邊係社民連嚟嘅，嗰邊就係呢個民建聯。咁你點樣可以將佢哋即係兩批動物擺埋一齊呢？有環保團體話喺龍尾灘呢度咧，潮退嘅時候水深只係去到小腿，根本唔適合游水。但係政府就話喺潮退嘅時候，只要行出50至70米，水深咧就會超過1.3米，係有足夠嘅深水區俾市民游水。無線電視記者郭嘉欣報導。